我不管绵龙剑为什么会在你手上，既然让我遇见了，那就把剑留下吧。有些人的名字一听就取得很潦草，是注定要被杀死的人。为穆家的人用，真是可笑。苏昌河，你的胆子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呀！这次之后，或许所谓的3家只能剩下1家了。你以为我还会惧怕你这个穆家家主吗？都说穆家家主3丈之外可称无敌，但如今已经3尺，那便是我的天地。接得住吗，小子？太慢了，太慢了，还不够，再快些，再快些！长河，你可真是好手段啊！老爷子，见笑了。暗河，天下第一的杀手组织。我们都以为是执旗者，却成了别人的棋子。家主命你赶往钱塘，击杀大家长，带回绵龙剑。谁先拿到绵龙剑，谁就是新任的大家长。回去告诉你们主子，想杀大家长，去九霄城。九霄城的天要变了。今夜，请大家务必守护好大家长，把你们大家长留下。敌方已破无声阵，紫薯、四蛇，起阵！你这阵法一点威胁都没有。想见我们头，得先过我们这关。谢家破阵，穆家杀人，但就凭你，还不配让我们头出手。大家长，把你的位子交出来！你们想要的，无非是我这柄绵龙剑。如今握住绵龙剑的人还是我。你的剑法是强，但你护不了所有人。那我要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会不会也得病死呢？我们当初立下了誓言，要誓死保护大家长。3家底牌尽出，大家长必死无疑。手握绵龙剑，才是暗河真正的主人。此事的发展似乎已经超出我们最初的预料，我们需要动手干预了。那么，我们3人中应该由谁前去呢？12个时辰内若无人救之，大家长便身陷难救了。头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请执绵龙剑，继承大家长之位。快去擒家主！魑魅魍魉，你敢在我降魔法杖面前放肆？你老子滚！一起上，务必留下绵龙剑。谢家人的报复即将开始了，去告诉慕云，让他尽快离开九霄城。11，快跑！连苏沐雨都别无选择了，那暗河的末日也将来临了吧？
神医放心，有我在，我来走前面。神医，怎么了？神医，你治好大家长的毒了？暂时压制住了，要完全治好还需要一些方法。辛苦神医了。客气了。不过看如今这情形，大家长治不治得好，性命都难保。这场争斗，多少也是因我而起。若是当年哲叔没有受伤，或许……哲叔就是神医见过的那个说方言的人。奇怪，怎么又绕回来了？那个哲叔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哲叔是上一任的魁，暗合规矩，魁便是下一任大家长的继承者。只可惜，一次任务中，大家长遇袭，哲叔带领祝影12校以命相搏，救出了大家长。可12校全军覆没，哲叔也受了重伤。你怎么样？还好，只是一些轻伤。趁这次离开暗河，和你妻女团聚吧。之前做梦都想回到他们身边，今天我才懂了，身在暗河，只有我死了，才能让他们真正安全。那就远离暗河，建立一个家园，保护我们的家人。苏沐雨，你受伤了，你先别动。身边跟着个神医，受伤了还硬撑，忍着点，会有点疼。身在暗河，死或许也没什么不好吧。我饿了，我要吃桂花糕，你得带我出去。好。我才不会轻易让你死，你得陪我出去。这么多条路，该走哪一条？不管是哪一条，我们都要面对。啊！苏沐雨，苏沐雨，苏沐雨！3家之上的提魂殿只认可绵龙剑。这一次3家精锐进出，必定要得到一个结果。重新选出一位大家长。你想在传绵龙剑的同时，唤出苏昌河？就算没有绵龙剑，我也一样会去救他。如今苏沐雨要去苏家转界，只要我们帮助老爷子继位，这个死局便可破了。但要让家主下定决心和苏家死战，还缺一个契机。此行前去，谁都可以杀，谁都可以死。这次之后，或许所谓的3家，只能剩下1家了。剑出不能回鞘，便索性让整个暗河都姓苏。你不拔剑，那么就由我来拔吧。我们暗河改朝换代，为何就不能走一步险棋呢？